上月 TVB 資深甘草演運陪伴幾代觀眾成長的老揮骨思明因肺炎不幸離世，享年74歲。消息傳出後，不少港劇影迷紛紛惋惜，追憶這位熒幕上氣質溫婉、演技紮實的老藝人。作為李家鼎的前妻，思明一生育有李詠漢、李詠豪兩子，本應在晚年盡享天倫，卻因家庭矛盾多年心結難解，直至離世都未能擁有完整的合家團圓。連日來，長子李詠漢與妻子卡尼奔波於沙田寶福紀念館，全力操持母親後事。面對媒體鏡頭，李詠漢難掩喪母之痛，神情憔悴卻依舊強打精神，承諾一定會將後事辦得體面周全，讓母親得以安息。而這場本該肅穆哀傷的喪禮，卻因多年未化解的兄弟恩怨、婆媳矛盾再度引發輿論熱議。李詠漢更是當眾對弟媳 Agnes 下禁令，直言絕不允許其踏入靈堂半步，言語間滿是對母親多年委屈的心痛。思明與李家鼎曾是香港演藝圈一對備受關注的夫妻，兩人均為資深藝人，在影視圈打拼多年，留下諸多經典角色。李家鼎以硬朗形象深入人心，擅長飾演武打、警匪類角色，是 TVB 公認的金牌綠葉。思明則氣質溫婉，揮露寬廣，無論是慈母形象、市井婦人，船是配角反派，都演繹得入木三分，活剔在熒幕數十載，驗證了香港電視的黃金時代。婚後兩人育有李詠漢、李詠豪兩個兒子，受父母影響，兄弟二人也先後踏入演藝圈，雖未大紅大紫，卻也在影視圈站穩腳跟，時常參演港劇、綜藝，算是圈內少有名氣的星二代。只可惜，思明與李家鼎的婚姻未能走到最後，兩人最終和平分手。此後，思明獨自撫養兩個兒子長大，將半生心血都傾注在孩子身上，即便獨自撐起家庭，也從未抱怨，始終用心呵護兩個兒子的成長。在李詠漢心中，母親是全世界最偉大、最印忍的女人。一生要強的思明，即便獨自撫養孩子，也從未在人前欲慘，更沒有利用藝人身份博取同情。他對兩個兒子一視同仁，尤其對小兒子李詠豪更是痛愛有加，傾盡所能給予關愛與支持。本以為兒子成家立業後，自己能安享晚年，卻不曾想小兒子的婚姻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裂，也讓兄弟二人徹底反目，多年互不往來。兄弟二人的矛盾最早可追溯至李詠豪與 Agnes 的婚禮風波。據李詠漢透露，弟弟與 Agnes 相戀之初，母親思明便心存顧慮，並非刻意刁難，而是相處中發現女方對長輩缺乏基本尊重，言行舉止間從未將思明放在眼裏。作為傳統女性，思明看重家庭禮儀與晚輩孝道，面對未來兒媳的冷漠與不敬，心中自然不悅，卻也為了兒子的感情算責任人，沒有過多指責。可這份退讓並未換來尊重，反而讓矛盾愈演愈烈。直至兩人步入婚姻，最讓思明心寒的事情發生了，兒子列婚，身為親生母親的她，竟沒有收到婚禮邀請。對於父母而言，孩子的婚禮是人生頭等大事，親手看着孩子組建家庭，是為人父母最大的心願。可思明卻被親生兒子排除在外，連驗證婚禮的資格都沒有。消息傳出後，外界輿論一片譁然，不少網友紛紛指責李詠豪不孝，質疑其為何列婚不請生母，一時間爭議聲四起，矛頭紛紛指向李詠豪與 Agnes。面對鋪天蓋地的非議，思明卻選擇了沉默，獨自承受着外界的誤解與納心的委屈，從未公開越過人式一句呸話，也沒有指責過兒子半句。李詠漢心痛爆料，母親之所以選擇閉口不言，並非不在意，而是全然為了小兒子的公眾形象着想。彼時李詠豪仍在演藝圈發展，若母親公開道出真相，勢必會讓其陷入不孝的負面輿論中，影響事業發展。為了保存兒子的名聲，思明寧願自己背負誤解，咽下所有心酸與委屈，也不願讓兒子陷入兩難境地。這份無私又卑微的母愛，讓李詠漢每每想起都忍不住哽咽。
在他眼中，母親一生善良印忍，為家庭、為子女付出一切，卻在晚年遭遇這般對待，實在讓人心痛。除了婚禮風波，母親住院期間發生的種種，更是成為壓垮兄弟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。思明晚年身體欠佳，多次住院治療，身為兒子，本應輪流照料，盡心盡孝。可李榮豪與妻子 Agnes 的態度，讓李榮漢徹底心寒。在母親最需要陪伴與照顧的時候，兩人鮮少現身照料，即便偶爾出現，也態度敷衍，對思明的病情漠不關心，全然沒有為人子、為人媳的擔當。一邊是臥病在床，默默承受痛苦的母親，一邊是冷漠疏離的弟弟與弟媳。李榮漢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。多年的積怨與不滿徹底爆發，兄弟二人為此爆發激烈爭吵，最終關係徹底破裂。此後多年斷絕聯繫，互不往來，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而思明看着反目的兩個兒子，心中悲痛卻無能為力，只能在遺憾與心酸中度過餘生。此次思明因肺炎離世，對李榮漢而言無疑是沉重打擊。連日來，他與妻子忙前忙後，從靈堂佈置到喪禮流程，每一個細節都親力親為，即便身心俱疲，也堅持要讓母親風風光光離開。面對外界對兄弟矛盾的關注，李榮漢展現出了難得的大度。他坦言，即便與弟弟多年不和，心存芥蒂，但如今母親離世，一切恩怨都應暫且放下，死者為大。為此，李榮漢主動放下身段，向多年沒有聯繫的弟弟李榮豪發出邀請，希望他能放下矛盾，出席母親喪禮，盡到做兒子的最後孝道，送操勞一生的母親最後一程。在李榮漢看來，兄弟間的恩怨是私事，可送別母親是為人子的本分，不能因私人恩怨讓母親帶着遺憾離開。可這份大度僅限於弟弟李榮豪，對於弟媳 Agnes， 李榮漢態度瞬間變得強硬，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。面對媒體詢問弟媳是否佢一同到場，李榮漢語氣冰冷，直言斥責 Agnes 從未尊重過母親，從戀愛到結婚，始終未有盡到晚輩的孝道，就連結婚都刻意避開思明。母親生前也從未承認過這個人媳，對方根本沒有身份踏入靈堂。他有什麼資格來送我母親？李榮漢激動反問，語氣中滿是憤怒與不滿。他強調，喪禮以逝者為大，必須尊重母親生前的意願。對於這位從未被母親認可，也從未尊重過母親的弟媳，他堅決下了禁令，絕不歡迎其踏入靈堂一步，不配讓母親在離世後，船要面對不願見到的人。談及母親生前的點點滴滴，李榮漢數次哽咽，回憶起母親獨自撫養兄弟二人的艱辛，想起母親為保存兒子名聲默默承受委屈的隱忍，想起母親晚年臥病在床的孤獨，他難掩悲痛。他曰：母親一生善良，待人寬厚，對家庭傾盡所有，卻沒能在晚年擁有安穩幸福的生活，這是他心中最大的遺憾。如今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辦好後事，讓母親體面安息。截至目前，李榮豪尚未就哥哥的邀請公開回應，是否佢出席母親喪禮，送別母親最後一程，依舊成謎。而這場因家庭矛盾引發的爭議，也讓不少網友唏噓不已。有人支持李榮漢的決定，認為 Agnes 從未尊重長輩，確實不配進入靈堂。也有人感慨，原生家庭的矛盾與子女的婚姻糾葛，最終讓一位老母親帶着遺憾離世，實在令人心痛。思明一生深耕演藝圈，熒幕上留下無數經典形象，戲外卻是一位隱忍善良的母親。她用一生守護子女，卻在晚年因子女的婚姻與矛盾心裂難解，直至離世都未能看到兄弟和解，家庭和睦。如今喪禮在即，李榮豪的選擇尚未可知，弟媳 Agnes 也被拒之門外。這場充滿遺憾的家庭鬧劇，終究是讓這位老揮骨的最後一程蒙上了一層心酸的陰影。只願逝者安息，也希望兄弟二人能以母親為重，放下恩怨，盡到為人子的本分，讓思明能夠安心離去，不再為塵世的家庭紛爭牽掛。